为明仔载开始，东北季风会增强，台湾北部会转做是较湿、较凉冷的天气，尤其是到拜六，可能会达到冷气团的强度，到时全台湾的气温拢会降低，因那北部可能会降到12度，关山甚至可能会落雪。今日天气袂歹，就好啊把握，因为自拜日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北台湾的温度会开始降，水汽也会增加。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有温度下降的情况，那尤其到越晚是越低温，会影响到13号的清晨都会维持比较低温一点的情形。中南部地区的话，则是温度差异不大，可能会降个1到2度左右而已。气象署讲，拜日的东北季风正在影响到北台湾，规港的天气拢会变凉。面风的北部加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雨。要注意的是，到拜六，东北季风搁再增强，强度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气温可能降到12到14度。全台湾的温度拢会敢若趋流拢共款一直降，尤其是北部感受上明显。气象专家预测，拜六唔敢若是变冷，伫海拔3500公尺以上悬山有可能会落雪。北部的比较高的这个山区，看起来温度应该是够低的哦，所以只要水汽有足够充足的话，在雪山山脉的一些地方，有可能还会有机会再出现这种降雪的机会。专家讲，所来将会分做2阶段降温，第一阶段是拜日，第二阶段是拜六，尤其是拜六气温可能无到15度。而且影响的时间可能有3、4天，所以民众出门要穿较少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